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有耶和华作我旌旗，必全然的合胜。耶和华是我是唯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的，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作我旌旗，必全然的合胜。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又是叫我抬起头的神。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将荣耀归给我们的天父上帝。哈利路亚！弟兄姐妹，请坐。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一真诚的心降服在你面前，开我心眼，使我看见，以感恩的心领受生命活水，从你而来的温柔谦卑。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
所有枷锁，你已挪去我所有重担，你已挪去我所有伤悲，你的名配得所有颂赞。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何等恩典，你竟然在乎我！何等恩典，你宝血为我流！何等恩典，你以尊贵荣耀为我冠冕，我的罪必充满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你是我依靠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担当我罪灾和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坎坷，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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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啊，八父神，我们谢谢你，是的，何等恩典！
我们这些罪人能够因着主你留下宝血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回到你的面前来重新认识你，来亲近你，来敬拜你，来领受从你而来、从你天上而来的救赎，使我们生命得以丰富。主，谢谢你，谢谢你这样何等的恩典，我们再次感谢赞美你，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先来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你还不会明白，那请用祷告来表示你的心意。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献上感恩的心，归给至圣全能神。因他赐下独生子，主耶稣。基督，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如今软弱正义的刚强，贫穷正义征服主，都因为主已成就了大事。感恩，感恩，感恩。我们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与我们同在。主啊，你是尊贵的神，我们要赞美你，我们要大声唱你的新歌。我们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全能的神。主啊，请你帮助我们走正路，不偏左不偏右，帮助我们凡事要谨慎。谢谢主。现在我们献上金钱、时间，才能为主所用，请主悦纳。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请坐。好，我们现在做消息的报告。我们户外礼拜10月13号的户外礼拜报名已经截止了，所以9月15号之前，如果还没有缴报名费的，请尽快缴给小组长或者是主任干事。好，那这个月起那教会有新增全职跟兼职同工，并做一些职务的调整。那详细请看周报第3页。那9月22号下午要召开第417次的长执会所以请各单位9月18号之前能够提出报告资料。好，那9月14号开始。我们有初信造就有总共12堂课，那都是礼拜六下午2点到4点，那是我们陈博士陈牧师来讲课讲师所以邀请各位弟兄姐妹能够尽量的拨空来报名参加好，那松年大学9月2号开学各项的课程及时间请看公布栏。那另外9月11号的礼拜3 10点半到12点有松大讲座，主题是提升人生层次的4门功课，以及态度决定高度讲师是徐永正老师，欢迎大家能够参加。好，另外下礼拜今天9月8号下午1点半到3点半举行志工教育训练是人际沟通与学习讲座，是真心理医师好，那
今年的2024年第2期生日助学金收件到今天为止，所以有符合资格的学生们请赶快把握机会。好，那申请中秋节慰助金也是到今天中午截止。那写好的话，请放在集会长老的信箱。好，那我们恭喜第18组的李维杰跟张平夫妇，他们在9月5号早上的5点08分产下一位男婴李允哲那我们感谢主，也愿主赐福新生儿平安快乐成长。好，我们来宾介绍，今天很高兴，也感谢主，很多的弟兄姐妹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我们首先来介绍徐桂兰姐妹我欢迎她，她是秀玲姐来介绍的欢迎她。好，再来3位一起的李恩光、徐清跟拿蛋叶3位，他们是中华福音神学院的学生，欢迎他们一起加入我们的敬拜。再来吕宏基以及陈维轩2位2位，吕宏基不一样吕宏基不好意思，吕宏基在这边是一位一位好，然后陈维轩跟陈怡珍陈怡珍2位欢迎他们欢迎他们。今天非常还有没有那个新来的？好有，我有看到龙婚杰，龙婚杰也是好久不见的我们的还有他的女儿魏维婷，维婷，欢迎他们，好 ，OK， 好，那请坐，好，那还有没有其他没有介绍到的朋友 ？OK， 好，没有那我们继续，好。我们来读今天的金句我们读2次来一起来。撒迦利亚是一个通晓神默示的人，他在世的日子，乌西雅定义寻求神，乌西雅寻求耶和华的日子，神使他亨通。历代志下26章5节。再一次，撒迦利亚是一个通晓神默示的人，他在世的日子，乌西雅定义寻求神，乌西雅寻求耶和华的日子，神使他亨通。历代志下26章5节。好，接着我们来读圣经历代志下26章1到5节。我来读单数节，各位一起来读双数节。来，第1节，所有犹大人民都选择亚玛谢16岁的儿子乌西雅继承他父亲作王。亚玛谢死后，乌西雅收复了以拉他，重新加以修建。乌西雅16岁时作王，在耶路撒冷统治了52年。他母亲耶可利亚是耶路撒冷人。乌西雅效法他父亲的榜样，做了上主认为对的事。在他宗教顾问撒迦利亚活着的年日，他都忠心侍奉上主，上主赐福给他。以上。好，接着我们来请我们的本堂主任牧师陈博士牧师来讲道，所讲的题目是名扬四海的准备。名扬四海的准备。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很高兴能够在主日一起来敬拜。今天听秀玲姐说，她邀请她的邻居来参加礼拜。结果她的邻居呢是以前我在嘉光教会的青年所以看到以前的青年，今天也被邀请，能够来到这边，真的是非常的开心。也看到我们很多的新朋友能够来到这边一起来敬拜上帝。所以我相信上帝透过我们能够在这边一起的敬拜，要把祝福带给更多的人。阿们。让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带领我们过去1个礼拜的生活，也感谢你带领看顾我们这弟兄姐妹在所住的地方，以及在我们的社区职场上面，都能够为主做见证，也能够将福音好消息、上帝的信息分享给更多的人。愿神透过今天的话语对我们说话，也让我们听能够明白，讲的能够清楚。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有一句话说：好事不出门，然后呢？坏事传千里，人怕出名，猪怕肥好，有没有人立志想要出名的？可能有啦，好，很诚实。
好，很多人想要红，所以我们现在呢，很多的 YouTube 啊，大家很需要网红啊，需要流量，需要声量。但是呢，有一句话说：积善3年人不知，作恶1日，然后呢，远近闻。好，默默做好事，做了3年都没有人知道。可是只有第1天做了坏事，然后呢，哇，全世界人都知道，有没有觉得很心酸呢？像现在我们吃餐厅去吃饭，好，中午等一下或是晚上，好，大家要去找餐厅，都会喜欢用手机，然后 Google 先看一下它的什么评论，好，这评论是几颗星，然后呢，有没有人什么推荐？但是你知道评论也可以花钱来买吗？好，现在有一种行业呢，专门在销负评，而且这个行业呢已经开始10几年了。好，它专门呢就是在网络上面，好，各样子的评论呢，它都有办法。就算你拿到是1颗星，它有办法把你的评论，好，可以透过人工改造的方式，好，让你能够有个好的名声。好，所以连餐厅都可以这样。我们的选举，好，选市长、选立委、选议员，好，选政党、选总统，好，都有可能透过网络的方式来操作。但是让我们知道，名声比金钱难赚，而且更珍贵。名声比较好赚，还是金钱比较好赚？金钱比较好赚，好，因为你每个月都有薪水直接汇到你的账户里面。请问有每个月都有名声汇到你的户头里面吗？不见得。你的名声，好名声的增加多久增加一次？一辈子当中，你的好名声的声望的累积多久累积一次？很难去计算啊。而且你的名声呢，好是坏，好还不一定。但是呢，我们要知道，名声比金钱难赚，而且呢还要珍贵。我们可能都会，人离开世界之后，会留下的是金钱，留下的是房子，留下的是土地，留下的是遗产。但是这些东西呢，都会有人帮你花掉、用掉、继承、拿去。但是只有你留下了一样东西，是别人没有办法继承，也没有办法有人帮你花掉的，就是你的名声。人死留名，虎死留皮。人死掉之后留下这个名声，就是你的唯一留在这世界上。所以我们看到圣经当中，大卫、所罗门、罗波安这一些的王，他们所留下来的名声，不会有人去替他做任何的改变。今天也没有办法有人再去替他刷，或是替他改变好的、从负的变成正的，因为这就是留下来的记录。我们在上帝面前都需要有好的名声，而上帝也希望我们能够名扬四海。跟你旁边的弟兄姐妹说，上帝希望你我都能够名扬四海。上帝希望你我都能够名扬四海。我相信很多人没有办法接受，哇，上帝要我出名，我不出名，那我不信上帝了。好，我希望能够谦卑低调，我希望能够不要被人看见，不要被人家看到，被人家知道。但是上帝希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好名声而名扬四海的人。这2个字，好，笔画一样，好，看起来也一样。但是只有把一撇的地方放的地方不一样，它就是不同的字。左边这个字念作，右边这个字念贪跟平，笔画一样，但是呢，只有把那上面那一横移到来左下来，移到下面这一横，贪就变成平。所以贪跟平呢，好，在人生当中好像也是一线之隔。如果我们越了那个线，我们因为贪，最后呢，造来是贫穷。最近的新闻，好，我不是讲柯文哲，但是有个文，好，叫做文在寅，他是谁？韩国的前总统。好，大家本来很期待韩国前总统下台之后可以平安无事，好，但是这个礼拜的新闻说文在寅也涉收贿，因为他透过女儿女婿，好，可能有一些账目的问题，所以现在被调查当中。但韩国的总统历任总统当中，好，一做出来。好，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一比较出来呢，上一任朴槿惠贪污受贿，被判有期徒刑。然后再往前呢，好，李明博、卢武铉、卢泰愚、金大中、金斗焕，都跟涉贪有关。好，有的是被判有期徒刑，有的是无期徒刑，还有被判死刑，还有是跳崖自杀。韩国这么多的总统下台之后，跟这2个字分不清楚，好，可能跟贪有关，后来变成贫，而他的人生、他的名声就这样子没有了。前面好不容易努力的爬上，努力到成为一国之君，成为一个国家的总统，但是这个名声却没有顾好，
以至于下台没有办法鞠躬，下台直接到监狱、到看守所，甚至草草结束自己的人生。而我们的国家呢，有没有比韩国好？来考一下大家对我们的国家有没有信心？好，可能不敢说好，也不敢说不好。我们的国家呢，总统呢，其实到现在历任也不多啊。而我们有一个历任总统资料库，这是属于国家档案史料库，好，国史馆，好当中，好在新建的一个网站。如果大家有兴趣呢，可以上去看这个网站。这网站的介绍呢，你可以知道是2022年2年半前，好国史馆建制的第一个历任总统的资料库。这个资料库呢，读下去呢，就很像我们在读圣经的列王历代一样。他都有一篇文章，就在讲述关于这个总统他在任不论1任、2任、4年、8年当中他的作为，还有对国家的影响，还有他的政策。好，当然可能好坏都有，但是你会看到是好的居多，好的居多。好，那而这个呢，跟我们的圣经当中很吻合。但是我觉得呢，这个历任总统的资料库，好，跟我们圣经为什么要让我们学习圣经不谋而合，就是希望国家是以总统为中心，而这位总统他怎么样的扮演的角色，跟国家的发展有没有关系？很有关系，而且有密切的关系。我们所读到的历代志，我们已经来到了历代志下25章，好，明天要读26章。在历代志下当中呢，我们看到上帝跟大卫立下了大卫之约。而这个大卫之约，从大卫做王主前1005年，到最后一个王西底家，总共持续了419年。但是大卫之约到今天还没有生效，还有生效，因为我们读马太福音知道，大卫之约转移到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耶稣基督的族谱到耶稣是亚当的第60代，就不再需要靠谁生谁，谁生谁，谁生谁，而是我们都因着耶稣都做上帝的儿女，我们不需要再排这样的族谱。但是这张表也让我们可以看出我们跟下一代之间的关系密切，非常的密切，而且影响深远。所以上礼拜我们介绍的是大卫的第6代，好，从大卫开始算第1代，所罗门第2代，罗波安第3代，亚比亚第4代，亚萨第5代，约沙法是大卫的第6代。我们从第6代约沙法的身上呢，上礼拜我们学习3件事情。他在各城教导律法书，使百姓避免犯错；而他在各城设立的审判官，也使百姓在面对错误的时候能够有公正的判断。而当他面对国家的战争的时候，他在军队前面设立的歌唱的人、利未人和祭司，用乐器、用歌声，结果还没有流汗，这个军队敌军就溃散。所以他就领受上帝的祝福。这是在大卫的第6代身上我们所看见的祝福。而我们在今天接下来历代志看一下，看下去的是那约沙法之后的第6代发生什么事情呢？约沙法之后是约兰，约兰之后是亚哈谢，亚哈谢之后是约阿斯，约阿斯之后是亚玛谢，他的第6代是乌西雅王。今天我们所读到这段圣经节，这6代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我们都看不到我们的第3代。你有第4代的请举手，在座的已经做阿祖的有第4代的，好，比较少。好，如果呢，今天我们要当阿公，好像处于长老哦，恭喜又当阿嬷了，好，所以他看到他的第3代有2个第3代出生了，好，但是呢，如果能够看到第4代，那真的是上帝的恩典。但是我们在今天好上礼拜有讲到，好上礼拜少子化、晚婚晚生的影响，好，我们的社会呢，你要看到，不要说第4代。第3代，好，看到第3代真的就要很开心，能够看到第2代呢，就要谢天谢地，要感谢神，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把他们的学业、把他们工作、把他们的事业看得比他们成家立业还重要，以至于好，我们现在都晚婚晚生，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后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如果你有机会看到你的第3代、第4代，好，你就可以从第3代、第4代的身上，你也可以从今天圣经的这个公式顺序，我们的后面的3代、4代，他们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所以今天牧师要带大家很快的来看一下，从约沙法到乌西雅这6代当中，就是从大卫一路下去到他的第11代这当中。好，第12代当中到底做了哪些的？第11代当中好做了哪些的事情？好，首先我们可以看到约沙法他有很多的功劳，但是他有一个人生的败笔，就是一个错误的连结，而这错误的连结就是他跟亚哈联姻。南王
娶了北王，南王把自己的儿子娶了北王亚哈的女儿。而也因为这样子呢，他把北国的这些偶像，拜巴力、拜亚瑟拉这些神庙偶像柱像，通通借着这段的婚姻就带进了南国，甚至还带到南国的首都，带到耶路撒冷，带到了圣殿，带到了神的殿当中。而这个事情呢，让约沙法他自己没有办法看见、没有办法想象的，就是他的第3代亚哈谢，他的第4代约阿施都饱受威胁。所以可以从这张图当中看到，约沙法、亚哈本来是一北一南的王，后来有一条红线连起来之后，这对成为夫妻。成为夫妻干的第一件事情，约兰先杀死他所有的弟弟，应该是跟亚他利亚有关。接着呢，他们的孩子当中，上帝也惩罚约兰，所以让他儿子们当中呢，哥哥们通通被人家杀死了，就是被非利士还有阿拉伯的军队所杀，只剩下一个小儿子。结果这小儿子亚哈谢呢，当王之后又做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情，所以呢他也死了。所以他的母亲亚他利亚的就篡位，他不晓得还有一个约阿施，小 baby， 但是就篡这个位，所以呢亚他利亚就把亚哈谢自己儿子们都杀了，只剩下一个小刚出生的约阿施，他不晓得，结果呢约阿施就被藏起来，而亚他利亚就篡位成功。在这个4代当中，从约沙法到约阿施这4代当中，发生了很多混乱的事情。你有办法想象在我们的人生或是在我们的儿女当中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希望不要。但是如果我们可以提早预防的话，至少你要告诉你的孩子、孙子，当他要选择伴侣，当他要交往的时候，一定要找教会的弟兄姐妹，找基督徒。因为成为基督徒的对象，才能够更多的蒙福。但是如果他交的不是一个基督徒的对象，很有可能变成像亚他利亚。当然有可能很多都是嫁到基督徒的家庭当中，才开始成为基督徒，这也是受祝福。但是如果他是一个非常迷信、偶像崇拜非常严重的这样交往对象，要非常的小心。第二个，我们看到的是在这6代当中，耶和耶大，他呢在这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重振旗鼓，把这个国家过去的衰败恢复以前的光荣。约阿施，他有一个姑丈，就是祭司耶和耶大，但是耶和耶大看见亚他利亚篡位，他就把约阿施藏起来，并且在约阿施，像这张图，7岁的时候，我们的冷气好像没有在运作，再检查一下。7岁的时候，就把约阿施的王位，用安息日1天发动政变，然后呢，把亚他利亚女王篡走的位置再拿回来，回到大卫的子孙身上。而这位耶和耶大呢，他的智慧、勇气跟他的身份有密切的关系，因为他是一个利未人当中的祭司。我们可以从这段圣经当中看到，耶和耶大他不仅与百姓、与王、与民众立约，与上帝立约，大家都要做上帝的子民。同时，也在这段经文当中，红色地方，耶和耶大把圣殿整修到原来的样子，跟以前一样的坚固，甚至圣殿可以恢复礼拜、献祭的功能。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位耶和耶大后来活了130岁，130岁，是从摩西之后，最多摩西活到120岁，他的哥哥亚伦123岁，但是呢，耶和耶大活了130岁，他是从摩西一路下来呢，少数能够活得这么久，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活得这么久，到他死后还能够保住好名声，他没有虎头蛇尾，他没有他的名声，最后呢，在他人生年老的时候，名声就衰败。这是少数难得的，而耶和耶大所作所为呢，其实很多值得我们学习。其实他跟约沙法也做的是一样，也是教导百姓读圣经，他也让百姓过敬拜的生活，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祭司，他也让百姓能够跟王一起跟神立约，坚定就要遵守上帝的话、上帝的法律。所以呢，这是在6代当中让我们看到的一波的复兴。
而在接下去，我们看到从约阿施到亚玛谢，就是约沙法王的第4代、第5代所发生的事情呢，又是旧事重演，就是虎头蛇尾。什么是虎头蛇尾呢？就是约阿施他的性命被人家保存，可是他却忘恩负义，在他的姑丈耶和耶大死了之后，他就滥交朋友，就败坏品德，以至于他又开始拜偶像，离开神，上帝就惩罚他，让他战败受伤，而在他受伤当中，他就被人家刺杀。圣经说，因为他杀害他的姑丈耶和耶大祭司的儿子们，复数。好，所以他不仅用石头打死先知撒迦利亚，连他的儿子们都杀死了。所以呢，上帝管教他，好，即便约阿施，好，这个王做了40年之久，而约阿施的儿子亚玛谢一开始也是个好王，但是他跟上帝扣魂，好，扣魂是什么？好，中文叫做辖怨。他就是跟上帝在埋怨，因为上帝不让他带北国的军队，让他损失了100他连得3400公斤的银子。为了这件事情，他耿耿于怀。所以呢，最后他还把打败的以东的神像都带回来膜拜。这件事情惹上帝生气，上帝也管教他。好，所以历代志也说，亚玛谢从他背叛上主那时候，上帝就让有人在耶路撒冷要谋害他，不管他怎么逃，最后仇敌跟着他，最后亚玛谢也是死在背叛的当中。所以亚玛谢、约阿施他们所在位的光荣呢，并不是靠从外国，因为他们没有看见那位与他们同在的神。所以把这段故事继续这个图表，约阿施后来被外国的臣仆杀掉，他的儿子亚玛谢好做王也20几年，但是是被本国的臣仆杀掉，最后终于来到了第6代乌西雅。从约沙法到乌西雅这6代当中起起伏伏，但是乌西雅呢，在这一代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在圣经说，乌西雅，我们一起来读26章15节的后半段，他的名声远播各处，势力非常强大，因为上帝帮助他。好，我知道我要讲这段圣经，人名很多，时间很多，故事很多，好，所以牧师尽量用最简单的方式，好，让大家知道这圣经这一段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但是我希望大家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这6代当中，到了乌西雅王，前面这么多虎头蛇尾的王，前面这么多惹神愤怒的王，好，这个国家好像在衰败当中，好像有总统贪污一样，国家好像一蹶不振。但是为什么在这一代，上帝要帮助乌西雅，让他的名声不是不出门，是出门，而且还传千里？为什么让他的势力能够强大？还有为什么上帝要帮助他？从圣经当中有3件事情，我们可以从乌西雅身上来学习，2件好事，1件坏事。第一件，乌西雅他的名声传到千里，因为他有一个本地的妈妈。在圣经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乌西雅的妈妈，乌西雅的妈妈的妈妈都是耶路撒冷人。从大卫开始，一路下来到他的第9代。统统都是娶外国人，几乎都是娶不仅是外国人或是外地人，但是呢，在乌西雅的妈妈、外婆呢，都是圣经当中王娶了本地的人，所以妈妈的信仰、外婆的信仰对乌西雅有没有帮助？有，在新约当中有一个人，他的妈妈是基督徒，外婆也是基督徒，是谁？提摩太啊，很棒！好，提摩太后书第1章第5节，保罗写信告诉提摩太说，他无畏的信心是来自于他的母亲，来自于他的母亲的母亲。所以我想请大家询问一下，你的妈妈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哇，感谢主，要感谢你的妈妈。再问一下，你的外婆是基督徒的，请举手。妈妈的妈妈是基督徒，感谢上帝。好，请放下。这些举手，都是姐妹，我居然看到都是姐妹。好，所以呢，你们背负了，得到了上一代的祝福。你的信仰来自于你的母亲，是因为你的母亲做了很好的传递的工作，而你母亲的母亲也是基督徒，她也做了一个信仰传承的工作，让这个名声，上帝的名声可以继续来传承下去。所以乌西雅他没有迷恋外国的女子，
还有他的其实不是乌西雅，是乌西雅的爸爸乌西雅的阿公，他们都娶了本国本地的女子，而且更重要的是把这份本地的信仰，上帝在耶路撒冷的信仰，继续带到这个家庭当中。第二个，我们看到乌西雅很特别的地方，在历代志下26章9到10节这一段里面，讲到乌西雅不像他之前的祖先，有的是去跟埃及买马，有的是去买军队、买车辆，有的是来增强自己的武器，来增强自己的装备，盾牌、剑等等的。但是乌西雅呢，是加强耶路撒冷的什么防御工事，他把角门、谷门、城墙的转角的地方都建造城楼。他很注重防守，他很知道这个地方是一个要保护的地方，不能够随便被人家攻入。甚至呢，他还在耶路撒冷的城的外围挖了许多的水井，甚至让这些水井呢可以来做灌溉，做畜牧，做牛羊畜牧业。而更重要的是，他还自己喜欢耕种。好，这里说他喜欢耕种啊。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在座你有在种菜的人，请举手。全有有2位3位好，谢谢。还有在种菜，我们桃园有一个名称叫做千堂之乡，有没有听过？为什么叫千堂之乡？因为有很多的皮糖啦，好，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那个巴德皮糖，但是巴德皮糖还不是桃园最大的，好，桃园有1000多个皮糖，这么多的皮糖都是拿来做什么的？灌溉用，所以都是以前的人，好，唐山过台湾，好，住在桃园这个地区的人，好，挖就挖出了大秘宝，好，不是挖出了皮糖，然后呢，这个皮糖呢，就是为了要灌溉，好，因为桃园跟林口都是一个台地，好，所以水呢，好，水不像那么多，好，水量不是那么大，所以呢，他透过这些皮糖能够灌溉，能够耕种啊，乌西雅王。他很知道怎么样在耶路撒冷的地区能够养牛、养羊，而且还知道怎么样在那边耕种，甚至如何用那片的山地来开垦葡萄园。所以这也是乌西雅他的智慧，好，在过去的祖先当中所没有的。而呢，他就让农业，以色列这个国家呢，本来在所罗门还变成是一个航海业，好，是一个远洋舰队。但是到乌西雅呢，好，转为好是一个农业，成为这个国家很重要的根本啊，很重要的一个根本。好，而且还不只是农业，因为葡萄是拿来做什么的？做酒、做葡萄干，好，所以做食物也可以做饮料，好，还有做酒啊，好，所以是一个高价值的产物，好，所以还有水果等等。所以呢，在乌西雅这个国家的那个年代呢，好，他让这个国家的体质又有一次的转变了。今天我们很多人都没有在当农夫啊。我刚才讲说桃园是一个千堂之乡，就是桃园本来是一个农业大镇，好，但是现在桃园最主要的行业是什么？工厂啦、科技业啊，好，百货公司啊、服务业啊，好，现在桃园各行各业都有。但是呢，很多业在增加，但是唯独是农业减少。今天的农夫呢，好，都是科技农，好，现在农夫都要会开无人机，会开无人机的请举手。也没有我们这边也没有人会开无人机。好，如果我在嘉义的时候呢，看到很多的农夫假日都要去上课，而且开台无人机，好，那台无人机都比这台钢琴还大台，好，比这台钢琴还大台。然后他们就要在河边广场，好，在那边考执照，考无人机的执照。所以你看到这个无人机在做什么？他在撒农药，好，或是在撒养分，好，就是他只要坐在凉快的地方，好，然后开着无人机，好，甚至更厉害的，可能吹着冷气，开着无人机，他就会完成这一片好几甲土地的撒药的耕作。我们的国家为什么会发展科技农业呢？好，其实跟我们的政府的政策有很大的关系啊。这是我们的农委会在2年前好升格成为什么？农业部。所以现在还有没有农委会？没有农委会，现在叫做农业部。农业部好揭牌的时候呢，那时候是副总统好赖清德他去揭牌仪式，然后布达典礼。在它的背后有8个字，我们一起来读那8个字：农为国本，利不后生，
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根本就是这个国家有没有办法产生食物。这个国家如果没有办法自给自足，它都要靠别人。好像这个很多在太平洋的这些海岛啊，他们都没有办法自给自足，他们都要靠别人，他们国家就很辛苦。但是上帝让台湾是一个农业小国家，但是它能够有很多的农作物。吏部后生，就是把这个农委会变成农业部，是要让百姓让民生能够得到丰厚的资源，能够得到丰厚的祝福啊。所以这个农业部呢，这个组织呢，还有它的架构呢，变得非常的精细。包括我们家养的阿猫阿狗，这些的兽医，通通都在农业部里面，都在它的管辖。农渔业，畜牧养殖都在这个里面。还有像那个节序的太太，节序的太太也是在农业部下面工作。还有呢，农业部也跟我们上礼拜讲到的520也有关系，因为1988年的520运动是农民的抗争。那时候农民就要求他们农民要接受保障，要接受政府的资源，但是那时候政府可能没有给他们相对的资源，所以有那个520事件引起农民抗争。而且呢，从2011年，行政院就一直在推动农业部的组织改造，在立法院送审，但是呢，一直没有通过，所以从2011一直到2023，12年的时间，这个农业部才正式通过，所以我们今天的农业才被政府看中。通过之后呢，就发生很多事情，这些很多的培育辅导啊，培育新农民啊，然后建制交流平台啊，百大青农的典范啊，还有经营的准备金啊，青年从农的贷款啊，免息优惠啊，等等的这一切呢，都是透过政府的政策资源带给人民的改变。所以今天年轻人可以用贷款的方式，用科技的方式，用学习的方式，他可以用更好的方式来产生更好的农作物、农产品，而且可以更快速、更有效率，而且呢，它的收入不会比他的上一代差。所以我来问一下，请问我们当中，你家里面有农地的，请举手。家里面有农地的，怎么那么少啊？好，1、2、3、4，好，请放下。家里面有农地，但是这些农地，很多的农地现在都准备做什么？等都市开发，等土地变更啊，这些农地呢，现在可能都要等将来就是拿来盖大楼，将来就是拿来盖豪宅，将来就是拿来盖这个捷运。但是农地，它是上帝给我们的祝福，是要来生产粮食。如果你有继承到农地，其实刚才牧师也要举手，我家也有农地。我爸爸在今年呢买了一块农地，小小的只有1分地啊。那1分地呢，他说他买的时候他还告诉我，这块地呢以后就是要让你去省的。他说这块农地就是叫我以后去玩啊，去那边种东西，然后我听了呢，马上3条线，我要以后要去那边玩什么？结果我就看我爸爸这半年在做什么呢？我爸这半年呢，就把那一块农地呢，他就去请人去接水、接电、去挖水井，然后他自己还去挖了一个池塘，然后他开始种树、种花，他不是然后种一点点的菜，因为只有他们2个人，但是每天早出晚归，但是出太阳的时候他就回来。他就开始做农夫的生活。其实那是我爸的梦想，但是呢，想一想，这个农地就是要拿来种东西，是要让土地成为国家、成为社会的祝福。而乌西亚王他见证了这件事情，土地不是只有拿来盖房子，土地不是只有来做买卖，土地不是只有拿来炒地皮，土地不是只有拿来能够变成停车场。土地还是可以拿来生长，可以来收成，可以让国家变得更强啊！这块土地变成了停车场，对国家有没有什么帮助？可能有啦，改善停车的问题。但是这块土地如果能够生农作物，而且是高科技改良的品种的农作物。当我在美国服侍的时候，有一年夏天去超市，看到冷冻柜里面居然有卖释迦。而且那释迦写台东释迦，
哇，当下马上就拿了一颗，好，就去付钱的时候发现那一颗要10块美金，好，所以以后就没有再买了，好，因为呢我们太久没有吃到释迦了，在拉斯维加斯这个沙漠地方能够吃到释迦，好感动哦，但是一颗要10块钱。可是当我们从台湾回来，然后2年前去台东的时候，停在路边去买释迦，老板释迦怎么卖？2颗500，哇！想说那跟美国买也没有贵到哪里去啊。好，那时候在美国应该多买一些。但是这些的农作物能够外销出口，还去到美国好许多的地方，其实这一些都是跟政府好跟政策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要只有关心我们的民生，只有关心我们食衣住行。其实农业跟我们的国家息息相关。我们也不要只有关心台积电，好，只有关心这些科技业的股票，也要关心我们的农业，因为没有这些农业，我们的国家也都会受到影响。最后一个乌西雅让我们可以学习的地方，是一个不好的典范啊。我们来看26章16节，前面15节我再复习一下。15节前面那一节最后3句话讲到说，乌西雅的名声远播各处，并且势力非常强大，因为上帝帮助他。好，我们接下去念，请。乌西雅王的强盛使他逐渐骄傲起来，招致他的衰败。他冒犯上主，他的上帝自己进圣殿，在香坛上烧香。乌西雅王的国家强盛，哇，国家几乎快要回到他的5代以前，6代前约沙法的时代。约沙法就是快要回到大卫那个时代，好，都回到6代以前那种繁荣的景象了。可是呢，人爬得越高，就摔得越重。所以那个名声要怎么样维持到最后还有好名声？那个爬得越高的人，考验就越大，就越困难。乌西雅王强盛，但是呢，却让骄傲也大起来，大到呢，他觉得他可以比祭司更大，进去上帝的圣殿，他可以上台来服侍，甚至他可以夺走祭司的麦克风、牧师的麦克风，我来讲道。牧师，你讲的不够好，我讲的比你更好，你走开，好，你旁边坐，我来讲。乌西雅的强盛呢，让他骄傲，不知道界限，不知道分寸，以至于他甚至要代替祭司，他要冲进去会幕里面、圣所里面，甚至他想要冲进去。好，如果他冲进去，他就想要冲进去到至圣所里面去哦。好，他想要冲进去里面去烧香，但是祭司制止他不听，再次警告他的时候，好，他还不出去，就当天他的额头上就长出了大麻风。大麻风，马上祭司就说这是不洁净，好，你不能进来圣殿，而且大麻风的人不能够出来，大麻风的人必须要被隔离，好，就是这个 quarantine， 好，他就是像得了这个疫情一样，好，不是只有戴口罩而已，他必须要被隔离。我们现在大家都被隔离过，好，所以我们知道什么是隔离。而乌西雅王16岁就做王，做王52年，可是这52年当中有1/3的时间他是被隔离起来。后面的1/3的时间呢，他被隔离起来，他连他最喜欢的葡萄树，他连去看都不能去看；他最喜欢的土地，他连去摸都不能去摸；他辛辛苦苦所挖的这些水井，他连去饮用都不能去饮用，因为他的强盛使他骄傲起来。曾经有一个台北市的议员送了一句话给台北市的市长，说：“市长啊，这个。”你不要戴上了权力的魔戒，然后呢就下不了，好就不下来啊。他在提醒这个市长，不要当了市长之后，戴上戒指之后就忘了自己是谁。而下面有一句话，是一个英国的历史学家所说的，好，他这个英国历史学家说，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的腐败。当我们名扬四海，当我们出人头地，当我们出头天的时候，戴上这个权力的戒指，我们要学习的是大卫的心，战战兢兢，戒慎恐惧，
从大卫一路连续11代下来，到了乌西亚王，大卫的儿子摔跤，大卫的孙子摔跤，大卫的每一代孙子都摔得鼻青脸肿、咪咪冒冒，因为他们拿到权力之后，他们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忠心的仆人到最后一天，只有大卫好，只有大卫好，而且从大卫一路下来，只有大卫是他在活着的时候就把王位交出来，交给他的儿子所罗门，好，所罗门。而其他的王呢，都是到自己大部分都是做到死的那一天，都交不出来，下不了台，以至于呢，这2个字，好，名声比金钱难赚得，最后留下的名声呢，像约沙法王，本来可以是一个好王、好名声，但是最后他的骄傲，好，却让他自己衰败。还有约沙法，好，他的儿子约兰王，约兰本来也是一个很好的王。但是因为他不听上帝的话，上帝惩罚他，让他常生病，肚子痛，足足痛了2年，而且是痛到死。这一些都没有留下的好名声，实在是让我们不胜唏嘘，也值得提醒了。贪跟贫，就是只有一线之隔。贪跟贫都希望不是我们人生当中所经历的，而我们必须要做金钱的主人，不要做金钱的仆人。因为耶稣说，一个人不能服侍2个神，又要服侍神，又要服侍马门。我们必须好好的管理金钱，好好管理时间，好好管理我们的家，好好管理我们的国家。这一切都很重要，目的就是要留下好名声。这个名声是永永远远的。一开始我们说到韩国。但是韩国的 GDP 过去几十年都超越台湾，而这张统计图呢，预测在今年2024年，台湾是下面这条绿色的，台湾的 GDP 呢会在今年跟韩国接近，甚至会开始超越，然后到今年会重叠，然后明年呢会开始超越，后年如果比例不变的话呢，台湾会一路向上。韩国也会增加，好，但是速度呢没有像台湾这么快。这件事情呢让我非常的讶异，好，因为呢，好，这个是3年前的预测，在3年前2021年就预测，好，但事实上，好，目前也是这样。好几年前，好，像我们出国去到很多地方，好，有一次我去参观加尔文，好，这个出生500周年，然后去到了法国，然后到巴黎的时候呢，一下飞机出机场，看到上面的机场附近的招牌，看到的不是什么 Chanel 啊，不是 LV 啊，看到是什么3星，看到是 LG 哦，好，一出机场就看到都是3星韩国的广告，而且到巴黎的城市里面去，哇，好多到处都是晚上那个霓虹灯，让我觉得哇，韩国这个国家也太厉害，好，他们的广告打到法国巴黎这个地方来，但是那时候跟3星、LG 好拼的呢，就是我们台湾的 HTC， 还记得吗？好，现在还记得 HTC， 好，他们现在还活着。但是 HTC 那时候呢，本来是有机会跟3星一较高下，好，本来是很有机会。但是在某一年选总统的最后一个晚上，那个 HTC 的老板上去台上讲了一句话，说 HTC 是中国人的骄傲。好，从那之后，好，到现在 HTC 是中国人的骄傲，好，跟台湾就没有关系了。好，所以这个事实都摆在眼前。但是我们看见，你这张图是从哪一年开始算的？2016年。2016年，好，当经历了2018、2019，甚至到2020是那个疫情的时候，韩国都掉下来了，但是为什么台湾没有掉下来，而且在那时候角度还不一样，爬得更快？谁当总统？谁呀？你们都这么健忘啊！2020谁当总统？蔡英文当总统。2016年就是蔡英文上任的时候。当疫情最严重的时候，2020、2021的时候，但是台湾的 GDP 居然还在往上走，好，一路走到现在，所以让我们看见选出来总统重不重要？韩国选出来总统，每一个下台都怎样？双手上铐，好，然后呢就关到监狱里面，好。
好，有的是无期徒刑，有的是畏罪自杀、跳崖而死。但是台湾的总统，我们所选出来的总统，好，他所要的呢，好是要能够成为一个好的领袖，能够有诚信，能够爱民，能够爱乡土啊，他能够对土地认识和了解。好，刚才牧师还少讲一段，好，因为这一段我觉得很重要，所以必须再拿回来重讲。乌西雅王，好，他喜爱土地，和合本说他喜爱土地，所以乌西雅他是一个下乡的总统。在你所认识的总统当中，有几个总统会下乡？其实大家都有，但是你看他们下乡的时候，他们穿的是什么？曾经有总统或是副总统下乡的时候，到农地的时候穿什么？穿皮鞋，好，然后呢还穿着衬衫，好，只差没有打领带。那农民一看就说：“你穿皮鞋来这边，你有没有搞错啊？”好，表示你根本就是一个天龙国的，你都不知道住在乡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所以后来也有人选总统的时候就说他要 long stay， 好，他要住在乡下待久一点，好，跟乡下的人，好，农民能够住在一起。乌西雅他是踩在土地上面，所以我要问大家，你上一次没有穿鞋子、打赤脚踩在土地上是多久以前？下去外山顶座的时候啊，真的有打赤脚，有踩到海上面。哦，感谢你救了我们一堆的人，这样子。很多的人好都会说，上一场说小时候，好，而且说的人是80几岁，好，他可能几十年好都没有去踩过土地。亚当夏娃出生的时候是踩在上帝所造的土地上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有用我们的脚去踩在土地上。我还记得我儿子还是女儿，允琪、允杰很小的时候，娃娃的时候，抱他们去露营，在露营的时候呢，把他们放在草皮上面，就一放下去的时候呢，他这个草呢，他就马上手就抬起来，所以他就不敢去摸那个草，因为他都出生在瓷砖水泥地，出生在室内，他从来都没有去摸过地上，所以他很害怕，然后觉得那个很脏。但是我们今天的小孩子大部分都是这样子，一出生就是在都市，一出生就是在一个水泥的地方，一出生都是在冷气房，可能从来没有去摸过泥土，可能从来没有去踩过河水，这跟土地的关系就怎样？越来越疏远，越来越没有土地的记忆，你对这块土地就没有那个感情。所以我要鼓励大家，好，等一下做完礼拜之后，你打赤脚回家，也没有办法，因为你踩不到，因为全部都是柏油路，你都是踩在那个人行道上面，你一定真的要开着车，好，坐着车，好，要出去，好，去找个地方，好，去露营，好，下次去露营的时候，好好去踩一踩土地，去感受一下。而我们选出来的总统，好，回来，我们选出来的总统呢，一定要是一个爱民、爱乡土。也要是一个敬畏上帝，是一个有远见的领导者，他才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在各个方面好都能够均衡的发展，才能够让国家台湾成为世界的 No.1， 好，是台湾 No.1。我们来读这一段的经文，马太福音第5章13到16。前面讲到耶稣说我们是地上的盐，14节说我们是世上的光，16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的光也要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把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在疫情的当中，台湾 No.1 这个名声被打出来，为什么？因为台湾有个国家口罩队，这件事情呢，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做到，可是只有台湾做到。所以台湾好的官员政府很聪明，就在把这些多出来的口罩呢，每一个人好，那时候我们每个人一个礼拜可以领几个口罩？从一个开始领，后来2个、3个，后来5个，到现在好口罩一堆都没有人要，但那时候口罩真的很值钱。但是那时候我是在美国的时候，哇，真的美国买不到口罩，好，刚好我们家就是有库存1盒，所以库存1盒的纸口罩，还不是那个可以滤病毒的口罩，是纸口罩，也很珍贵哦，里面只有19个而已，好，都还拿出来算。每次牧师我已经讲很多次了，但是还再讲一次，每次我要出去买米呢，都是与妻诀别哦，好。
我要说我要出去买米了，好，我可能今天出去就可能可能中标可能几个小时内可能就挂了，好，所以每次都冒着生命危险出去买菜，好，然后都要一大早，不然就是要半夜出去，好，那个超市11点要关门，就是10点40的时候去，好，去的时候呢，里面没有人的时候赶快买，赶快回来，好，没有口罩的时候就是这样子。但是我们的官员呢，在这些口罩送出去的时候呢，上面印了这样一个 logo。台湾 No.1， 好，台湾是第一个国家口罩队，好，至少收到这些口罩的每一个，好，那时候我们看新闻，哇，每一个官员、每一个州、每个国家都非常的感激，非常感谢台湾能够在别人需要的时候，能够伸出援手来帮忙。你觉得这是偶然的还是巧合的呢？你觉得这跟领导者有没有关系呢？那时候的其他的政党。还有说哇，我们的口罩要怎么样来骂政府。那时候台北市的市长也在说哦，国家怎么样，自己发明那个口罩自动贩卖机。我们可以看出，好，这个国家的领导人非常的重要，他的判断、他的选择，还有他的远见，真的是是不是能够让国家名声远播、名扬四海？耶稣说，每个基督徒都要名声远播、名扬四海。为什么？因为我们都是光，光不是藏在桌子下面、床底下，光是要放在灯台，是要放在桌子上面，放在城的上面，好，甚至变成灯塔，让更远的人可以看见。所以换句话说，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你要有好名声，并且用你的好名声来荣耀天上的父。所以跟我们旁边的弟兄姐妹祝福说，你要有好名声，用你的好名声来荣耀天上的父，用你的好名声来荣耀天上的父。很多基督徒都想说，哇，根本就不需要出名。很多基督徒想说，我根本就不用好好的关心我自己的装扮打扮，我只要管好我自己，我管他别人怎么看我，我管他别人怎么想我。我管他别人怎么去用什么样的评价，我只要我自己开心就好。这是不符合圣经。圣经说，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好行为，你要你的好表现，言行举止都要是一个好的，都要是一个 excellent 的，都要是一个卓越的。好，所以在上一段牧师的讲道当中，我们都要在什么地方卓越？好，在安息上卓越，在行善上卓越，在各个地方卓越，因为上帝期待我们是一个卓越的基督徒，要有好行为，用这样的好行为能够把荣耀传到各个地方，而荣耀天上的父。阿们。所以从乌西雅身上这3件事情再一次来复习。我们不用去迷恋、眷恋外国，哇，什么都是国外的最好，什么都是这个进口的最好，什么都是舶来品最好。其实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我们今天的台湾来到一个地步，非常的强，可能是中华民国开国以来最强的世代，你相信吗？我们的 GDP、我们的生产、我们的竞争力、我们的体育、我们的文化，我们各个部分，包括我们的法院、司法的公信力，都到现在是一个非常强的年代。但是你期待它就强到这样就好吗？还是希望它继续在往上？我相信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继续往上，但是我们要怎么样让它可以更好？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不是只有来享受前人的努力。台湾为什么变得这么强？我可以很直接的告诉大家，是因为159年前，有一群宣教士陆陆续续来到台湾，改变台湾的教育。他在台湾设医院，在台湾设学校，在台湾设教会，让台湾的教育跟中国开始不一样。在这159年来，台湾的进步跟这本圣经息息相关，相信的人就说阿们。台湾能够成为世界的 No.1， 是因为台湾的教育本质文化都改变。以前不要说以前，就是你的阿公阿嬷那个年代，有多少人读书啊？有多少人会看中文啊？有多少人会写字啊？但是在短短的几年当中，台湾的教育普及，而且不是汉代，
不是那个古早那种八股的教育，而是西式的教育能够普及，都跟宣教士他们所带进来有密切相关了。所以我们这一次的户外礼拜，10月13号要去真理大学。我上礼拜不晓得有没有在这边讲，好，应该是没有。好，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当我们有报名去真理大学的时候，好，你一定要去看一个地方，就是牛津学堂。我们去那个地方叫彼得教堂，好，圣彼得教堂。做完礼拜之后，好，前面有个牛津学堂，好，是红砖，那里面呢有马街留下来的衣服，有马街留下来教学生这些信，还有这些书。里面还有很特别，就是马街那时候他引进来的种子，就是马街进口的，有番茄，有四季豆，有萝卜，然后还有马街引进来的好这些的桃竹苗，然后夹竹桃，不是桃竹苗，桃竹苗是马街引进来就厉害了，好，夹竹桃啦，好，然后呢还有相思树，这些都是马街。他从加拿大、从美国进口来台湾，他说台湾的农夫太辛苦了，种半天，你这个东西呢长得这么慢，而且吃起来又不好吃。他在国外都是吃萝卜的，在国外都是吃番茄的，在国外都是吃这些豆荚类的，你们怎么台湾没有？所以他就把它进口来，然后叫学生去发，然后叫学生去教人家怎么样种东西。以前的教会在做这个。今天的教会需不需要？我们迦南教会，好，等一下礼拜结束之后，一个人拿1包种子去叫人家来种菜。昨天我还在跟淑美，好，是敏哲的长老，啊，敏哲长老太太，好，她现在正在学中餐的乙级执照。说你学的这个乙级执照做什么？她说呢，她想要当老师。我说那你就我们教会来教嘛。好，因为我们现在年轻人很多都不会煮饭煮菜，好，哎说好啊，可以啊。好，或许真的以后我们的小孩都需要教他们煮饭煮菜，教他们洗米啊，教他们很多的事情。但是我们的教会，好，如果失去这一切，就是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啊。所以不用迷恋外国的，不用迷恋绩效的，不用迷恋只有高科技的，农业也是很重要的。而我们不要像乌西雅王，搞不清楚自己的本分，政教该分离的时候没有分清楚，政教该合一的时候却没有把它合在一起。以至于好，他被上帝所惩罚。在我们这礼拜小组当中，好，让我们来思考几件事情。约沙法跟亚哈错误的连结，那个线一牵起来之后，他的第3代是差不多要死光了，第4代差一点没有啊。而我们会不会人生当中什么样错误的关系去影响我们的一生，或是影响我们的后代？或是现在好，我们某个市的市长好，他因为跟某个财团的老板交了好朋友，在他的随身碟里面留下1500这个数字，可能会变成他一个人生很大的污点。这一个关系会不会变成他一生最大的一个污点败笔？我们都要去思想。而末后的荣耀要如何大过先前的荣耀？迦南教会是一个上帝祝福的教会。迦南教会在这59年来，为什么能够在中华路这么贵的地方能够盖一个礼拜堂？然后为什么还能够在2年前在中华路再买下这个礼拜堂？怎么买到的？怎么办到的？上帝的目的，上帝的心意是什么？我们不是只有把这个礼拜堂拿来当来参加礼拜，做一场礼拜用，而是我们要想得更远，要有远见。让教会的礼拜堂能够怎么样来维持上帝的荣耀？好，在我们周报第3页，好，有这些干事的职责任务。我们把干事的职责任务都做了一个调整，就是让所有的全职或是兼职同工，跟我们长职的工作是要很清楚的界限。长老、执事有长职该做的事情，而干事是来补足长职做不到的部分。所以干事他们在教会的时间不是要跟长职重叠，而是要让长职服侍的时候，而干事来做配搭，来做协助。所以我们在今年跟明年会来透过这样的组织服侍人员的调整。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教会的清洁的问题。我们教会的清洁，好，是一个需要加强进步的地方。
牧师回来迦南这几个月的观察当中，发现我们的清洁工作一直没有办法提升，好，因为我们可能清洁的方法好有很大的问题，好，就是我们清洁完之后呢，马上又有人进来，所以他拖完地之后呢，这脚一马上就踩过去，好，就越拖越脏。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的垃圾永远收不完的垃圾，而这垃圾就是哪来的？天上掉下来，还是牧师馆制造出来的垃圾？不是，垃圾都是大家礼拜六、礼拜天从外面带进来的垃圾。因为我们为什么大家垃圾这么多？因为我们到处都有垃圾桶。你今天去 7-Eleven 要丢垃圾，有没有很好丢？他已经到怎样让你找不到垃圾桶？好，为什么他找不到垃圾桶？因为现在垃圾袋要钱，好，有的地方垃圾袋是要钱，丢垃圾要钱，好，所以商家只要想办法。但是我们发现这个社会也正在调整和改变，谁制造的垃圾，谁要自己处理。好，但是我们教会呢还没有跟上社会啊，好，所以我们也开始会减少我们教会的垃圾桶，会减少我们希望减少教会的垃圾量，因为你既然丢了垃圾，代表有人要去处理。你今天喝的饮料，好，你没有把它分类，你没有把它倒干净，谁去处理？教会要花钱请人，好，他也不见得会有时间去处理，这些都是在增加教会的负担支出。所以，一个爱教会的基督徒，他应该想得更远。我今天把饮料、把垃圾、把早餐、把便当带进来教会，吃完之后随手一丢，也不分类，也不洗干净，就这样随手一丢，甚至就这样子当作没有事情。你甚至溅出来洒在地上，也不当作一回事。这样的人，他说他爱教会，我觉得他是在消费教会，他在制造教会的负担。还好我们在这场礼拜当中，好，我们现在这个地方已经减少很多的垃圾桶，好，所以大家好不会在这边留什么垃圾，所以保持起来非常的容易，好，但是我们在隔壁49号这一栋，好，每一层楼的垃圾桶都很大，好，而且呢，这个又很重，好，所以每次收垃圾的人呢，他要推个很大的推车，好，从楼上坐电梯一层一层收。从楼上收到地下室，大概就1个小时过去了，好，就要耗费很多的时间，而且最后收出来的垃圾又不分类，它也分类不了，好，最后在我们的1楼最后面的储藏室，就好几袋，每一包垃圾都这么大，然后呢，大到垃圾车来的时候提不动，好，就要再请人帮忙抬，好，抬垃圾上车，这些都是一个恶性的循环。我们需要在一开始的时候，好，就要来帮助教会，好，让教会有荣耀的教会，荣耀教会就是一个干净整洁，这只是最基本的。好，我们也一起来为几件事情来祷告。第一件事情，我们希望我们所学神的话，如同约沙法教导神的百姓遵守神的话，能够明辨善恶是非。我们看见，今天约阿施王他学习神的话，可是当他的姑丈耶和耶大逝世之后，他却忘记神的话，可见他只有听到，却没有行道。他有好名声，却没有把好名声留到最后。我们祷告，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明辨是非。好，我们一起同声开口，好，来祷告。好，没有声音，钢琴没有声音。我们一起为我们的所学的神话，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透过这段的信息，还有透过我们这段时间所读到历代志的共读的经文，每一字每一句都能够成我们的提醒，成我们的帮助，让我们知道如何分辨对错是非，什么是神所喜悦，什么是神所不喜悦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第二件事情，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的，我们要为迦南教会即将设教59周年来向主献上感谢。在这59周年当中，经过了好几代的基督徒，好几代的长老，好几代的执事，好几代的牧师，今天是第6代的牧师，第6任的牧师在继续带领迦南教会，将来还有第7代、第8代、第10代的牧师，让我们能够每一代彼此的帮助，成为下一代的祝福。让我们能够看见先人的努力，承接使命。让我们在这个地方是爱教会，不是消费教会。
让我们一起来恢复教会的荣耀，恢复迦南教会，上帝在迦南教会的使命，能够来承接异象。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要为迦南教会的荣耀再次向主献上感谢。过去你兴起迦南教会是一个台湾头到台湾尾都认识的教会，今天你要继续来使用迦南教会，让迦南教会的长老、执事、弟兄姐妹、区长、小组长，在各个岗位职分上面都能够来坚定持守，也能够用上帝的话为依归，让他们能够如同受训的审判官，让他们能够有各样的装备，在初信造就、长大成熟、服事训练、领袖训练上面都能够成为信徒的榜样，能够帮助弟兄姐妹在身心灵上面都能够成长和祝福。第三，我要邀请大家一起来祷告，为我们的社会国家来祷告，为我们的领导者来祷告，为我们这个城市的市长来祷告。昨天早上有一个城市的早餐祈祷会，为着我们桃园市长张善政在那边来祝福祷告。我们也要一样在这里借着主日礼拜，为着我们的张市长来祷告，为着他的行政团队能够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神同行。为着我们国家的领袖来祷告，一个领袖决定国家的将来，一个领袖的高度决定这个国家的命运。愿上帝所兴起台湾这个国家，是从宣教师的福音，从上帝的圣经的话语一字一句开始来扎根，到我们这一代，到我们的下一代，依然能够走在上帝的心意当中。我们一起同声开口来祷告。主啊，我们要为我们的社会、为我们的城市、为桃园市200多万的市民来祷告，为张善政市长、副市长以及他的行政团队官员来祷告。主啊，让他们能够有个谦卑的心、公义的心、诚实的心。主啊，让他们不会被金钱所诱惑，不会被权力的魔戒所引诱，让他们能够在岗位上面能够与神相亲相近。主啊，让各教会都能够为城市来祷告，为我们的总统赖清德来祷告，为副总统萧美琴来祷告，为我们的国家的各个行政官员、官长来祷告，让台湾能够继续在世界上发光，能够名扬四海，能够成为盐，成为光。因为有一群基督徒在台湾活出美好的见证，让社会、让国家都能够领受祝福。愿上帝垂听我们祈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我们一起用这首诗歌来回应。你是我的一切，请大家一起站立。你是我追求的力量，你是我寻求的宝藏，你是我的一切。你好比贵重的珍宝，我怎能放弃你不要？你是我的一切，耶稣，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但当我醉在何羞辱，死里复活，我蒙救赎，你是我的一切。当我跌倒，你扶持我；当我干渴，你充满我。你是我的一切。让我们举起我的手来敬拜耶稣，耶稣，神羔羊，配得大赞美，耶稣，神羔羊，配得
成为光，成为盐。有一天，当我们戴上权力的戒指，有一天，当我们成为土地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不会迷失自己，我们依然是上帝的仆人，我们依然是神中心百般的好管家，我们依然要在上帝的殿中谦卑来服侍你，我们依然要在上帝的院中来赞美你。我们的日子如何，我们的力量就如何。愿上帝帮助我们今天所领受的话，所学习到的真理，让我们更加的爱土地，爱人民，爱上帝的教会，也爱我们的国家，为我们的国家来举起手来祝福。让我们这一代成为下一代的遮盖，成为下一代的榜样，成为世世代代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帮助与感动，与你们众弟兄姐妹同在，使你的名声能够成为好名声，使你的名声能够名扬四海，为主发光，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那么拍掌把荣耀归给耶稣，哈利路亚。我们又一起用这首诗歌来领受上帝的恩典。耶和华是我的主，必不致动摇。有耶和华的帮助，还要惧谁呢？耶和华是我牧者，必不致缺乏。耶和华作我荆棘，必全然得胜。来宣告：耶和华是我思维的盾牌，是我的荣耀，有时照我抬起头的神。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英雄虽然有哭泣，早晨我们必欢呼。你是我的磐石，我的帮助。我们再次将掌声归给荣耀的天父。哈利路亚。好，我们今天聚会到这边，我们要离开的时候呢，记得把椅子叠起来，然后我们也彼此祝福，彼此请安。愿神祝福各位，我们下礼拜再见，平安。